花千骨，慢点，慢点！花千骨，你小心点啊！店主小心！既然你不是人，可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什么情况？人自求多福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花县主，真是好身手。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哎呀，这要是让娘给看到了，非得一把火都给烧掉。小姐，眼下的重中之重，不应该是太子殿下为了保护你，被人推倒在地上，差点被撞晕过去。是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那可是一国储君啊！你居然让他给你当垫背，大惊小怪的。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，难不成还让我给她当垫背啊？那可是太子殿下呀！那就正好，我就是让他知道，遇见我竟然如此之倒霉，省得他成天想要找我麻烦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太子殿下的弱点了。太子殿下倒是个懂得怜香惜玉之人，难不成？太子殿下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小姐，他今天还真的来了。看来这机关是真拦不住他。不行不行，他肯定是来复仇了，我要找个地方藏起来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不愧是人中龙凤，这身体的恢复速度令臣女实在是佩服。太子殿下，您今日可真好看。父皇前日觉得孤的举动过于唐突，让孤前来向县主道歉。孤深刻反思之后，认为父皇所说有理，所以决定带县主去一处最为合适的地方，作为补偿。别动。县主，你家婢女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弯了。之前贤妃娘娘虽然举办了梅花宴，但想着花县主应该没好好欣赏梅花，所以这不……我都吐了半盆血了，还要让我故地重游，睹物心伤，你有这么恨我吗？真是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县主，孤想问你，梅花宴上……喂，县主，
多谢殿下，吓了我一跳。他又要开始怀疑我了。太子殿下，今日约臣女出来，就只是看花吗？怎么，这花不好看吗？裴大人，你觉得太子殿下这真的是在交心吗？那你觉得在交什么？好看。浇花。这下真的成浇花了！吐！看来又是在故意整我。县主，乱花迷人眼，擦擦眼睛。谢太子殿下。这手帕，花县主，琉璃妹妹看出什么来了？太子殿下是从哪里捡的这手帕呀？实则从那儿起，姑就有很多疑问，想问问县主，这帕子上的血为何是果香的味道？姑一直想和琉璃妹妹好好交流一下。你在姑面前啊，实则可以不用这么遮遮掩掩。以为这样就可以逼我就范了吗？那你未免也太小瞧本县主了。县主，你觉得是吗？太子殿下，不瞒您说，其实这果香味是臣女的体香。殿下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给你闻闻呀。我说你这是干嘛呀？殿下不是不信臣女吗？那臣女可以给殿下检查一下果香呀。哎呦呵，平时看着挺厉害的，怎么还脸红了呢？说出去都没人信吧。天色不早了，臣女有些累了，告辞。哎，县主。他居然……他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不是大皇兄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都未曾问你们在做什么，你倒质问本王。花县主，你可否还记得与本王的婚约啊？臣女记得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县主即便现在不是，那以后也是。本王以为，既然如此发展，那太子的所作所为，是否实属不当啊？这个鹰王虽然傻乎乎的，倒是能帮我解围。鹰王殿下，琉璃觉得你说的对，君命不可违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样老是找我出来，的确是不好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些距离了。姑找县主，是为了办案，是为了保护。反倒是县主，难道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呢？
臣女听闻案子现在已经结了，那殿下自然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在臣女身上了。至于保护嘛，英王殿下也会保护我的。当然。金瓜在，备车。好。县主，请吧。谢英王殿下。姑叫你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姑无意与你为敌。可你怎样才能相信姑呢？殿下，殿下，猜猜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剑南烧春。哎，这酒啊，在醉花楼里面都很少有存货的。你快让人烧起炭炉，你我二人围炉煮酒看月。你还记得你上次喝醉酒做了什么吗？姑从今日起拒绝围炉煮酒。耶！他居然说大皇兄要比姑优秀。他开什么玩笑？我就说，你都精心打扮成这样了，他就是眼瞎了。姑今日啊，明明就是要与他澄清误会，让他在姑面前别那么紧张，并且与他坦诚相待。结果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殿下，你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姑就是将他之前那个吐血的手帕直接还给他了。姑连证据都还给他了，姑多有诚意啊！是呀，他不理解，都是他的问题。他的问题。小苏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就要放下矜持，才能修得正果。你别啊！真的。真的？你俩动静小点，殿下还睡着呢。殿下，殿下，您要不要喝点参汤？昨晚我到底喝了多少酒？他居然说大皇兄要比姑优秀，姑连证据都还给他了，姑多有诚意啊！放下矜持，才能修得正果。你别。小七、小八在，给姑准备一下。姑先去花家。是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我家小姐说了要避嫌，所以今天就不能陪殿下你散心了。谁说姑是来找他的？姑只是路过而已。上朝。是。吓死个人了！小姐，下次再也别让我说这种话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呀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英王成为那和谈之人。小姐，英王殿下虽然不解风情，但人还可以啊，至少不像太子殿下那样使坏吧。你呀，烤肉不能只烤单面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。你可知晓那日在太兴殿上，他都说些什么了？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都是花家呀！花家屯兵边关，劳民伤财，何不裁撤军队，还天下一个安宁，亦可表达我大晋和谈之诚意。真要裁军的话，那说不定哪天金破就卷土重来了。英王殿下这样不是蠢就是坏啊！现在这样的局面，他肯定势在必得。
说是竞选，其实根本没有其他人参选。更何况他还是皇子，赢面本来就大。眼下之计，是得找个能和英王分庭抗礼之人。你说的是太子殿下？可是你今天早上才让我说了那样的话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呀？那不也是你的当初吗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找太子殿下。我们那样嚣张跋扈，恨不得再也不往来了。怎么样才能劝说他呀？我呀，准备去和他交交心。啊，小姐！皇城之中，不会只有他金破国这一支刺客团体，为何至今蛰伏未动呢？殿下，花县主求见。这么快就来了？不见。花县主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姑说不见，便连等姑的耐心都没有，就这点耐性，殿下能做什么事儿啊？殿下，哦，臣女怎敢戏耍太子殿下？方才时间发发跑了出去，臣女把他寻了回来而已，是臣女的错，不该让太子殿下担心。花县主之前不是笃定要和姑保持距离吗？为何突然又来找姑这个洪水猛兽了呢？殿下怎会是洪水猛兽呢？那日是臣女被风吹晕了，所以才稀里糊涂说了错话。臣女今日来就是特意来向太子殿下道歉的，而且这保持距离说的是保持亲密的距离呀。花县主倒是能言善辩。县主想如何表达你的歉意啊？殿下不如今日和臣女出去走一趟。专属御赐。姑为什么要答应他来这里？怎么了？殿下不喜欢吗？姑岂是这等随意之人啊？不随意啊，和殿下一起怎会是随意之事？县主，小李，哎，来了，带走吧。殿下，请。殿下，那可是我专门为你备下的人，好好享受吧。享受？这是酷刑吧？这可是我们清寒州最顶级的享受，想来殿下在玉京也经历甚少，除了贵点，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我这般努力，殿下肯定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，一定会卸下戒心和我做朋友的。太子殿下，怎么样，舒服吧？花、刘、离，你公报私仇干得漂亮，姑记住你了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是我们的服务没到位吗？明明很舒服呀。洗澡这么舒服的事情，这太子殿下他怎么会不领情呢？
真的要这样吗？小姐，咱们能不能想点靠谱的办法呀？要不就直接放弃，要不就真的不要去招惹太子殿下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可以呀，这殿下，你这身手比前2日敏捷多了。哎，姑也觉得奇怪。哎呀，不知为何这2日神清气爽。难不成是和花县主的交心之谈得以突破？哎，别提了，他太过分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他竟然在自己的西郊宅子里搞那个什么香水浴肆，还约姑同去。太过分了，太子。太子殿下这和花县主进展得如此迅猛啊，超乎想象了啊！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姑和花县主十分清白，我只是气他找那个男子，拿着那个粗砺的石头，拼命的在姑身上摩擦，姑差点折在那里。花县主竟是想请太子殿下搓澡。搓澡？何谓搓澡？哎，在清寒州这地儿啊，水源稀缺，洗澡本来就不易，更别说禁欲了，那都十分迷贵的事情，在普通人家里面都很珍贵的。就拿个石头往身上搓，搓下泥之后，往水里静置20分钟，滚烫的开水一溜，哎呀，那感觉，我都想搓澡。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全域境最好的夜市，大家来看一下啦！大家听我说，万国来朝，天下兴邦。本王作为晋国的英王，定要承担起为民请愿之责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本王，本王会还大晋一个惊喜。这金陵院什么时候做起这生意来了？殿下，听说是嘉敏郡主偷花了大钱，否则掌柜的估计也不能轻易同意。他想当这冤大头，别让他当吧。人好多呀，好热闹啊！小姐，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要帮英王啊？帮了英王殿下，英王不就能帮我们对付花琉璃了吗？支持英王，支持英王，支持英王，支持英王！来支持一下英王，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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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王！疼死了！姑这也算是给足了他面子。我自己进去。是。竟敢擅闯我花宅！哼！自从上次太子殿下来过后，我可是把机关阵法都做了升级呢。小姐，又是太子殿下，不会是来算账的吧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们又给他拦住了！快去把机关关了。好，我去迎迎他。太子殿下为何不叫人通报一下呀？花县主这院子是防谁呢？机关一日比一日惊险。之前不是进来刺客了吗？臣女实在是太害怕了，所以就又设置了一些机关。哦，是有几名余党还没落网，小心点也是应该的。要是知道是太子殿下来，臣女怎么会设这些机关呢？
殿下，要不要进去休整一下呀？让臣女帮您把袖子补一下。请。你先请。花县主这绣工看起来还不错吧？不错个鬼，浑然天成，颇有天赋。谢谢。太子殿下，不然就用白线来缝吧，可以吗？孤觉得还是不想劳烦花县主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别客气了。不必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别。不必了。哎呀，真没事，给我，没事。现在看起来好像真得缝一下了，这都扯这么大了。上一回去玉寺，也是你们清寒州的喜好？对呀，那个石头可是我特意从我们清寒州带回来的，而且啊，用那个石头洗澡可以让人浑身清爽。可是，感觉好像不太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在我们清寒州啊，人多水少，而且只有一个大湖，最主要的是还有金破国的人要和我们抢，所以我们赢了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些边界，这样那一年就可以多洗几次澡。可如果我们输了呢，那一年就得好好珍惜用水了。可是我来到玉京以后发现，在这里用水并非是一件难事，所以我以为能讨好太子殿下的，结果……其实，孤觉得偶尔搓一搓，也还是挺新鲜的。县主多虑了。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？当然。哎呀，你别动！这花琉璃，倒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嘛。再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给你看，绣的是什么？这个大白熊还是挺活灵活现的哈。这不是大白熊，莫非是小白鼠？哎呀，不是，这很明显啊，这发发呀，难道不明显吗？发发？所以这香囊是送给孤的？难道我这几天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明显？怎么明显了？你看，我的手都受伤了。你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哎呦，都疼死我了。那你看，那花县主一定要好好休养。哦，快，我大体缝了一点，殿下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那，太子殿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谈啦？花县主先前死活要与孤划清界限，如今又三番四次的示好，以孤这的多疑之心，难免此刻又多想了点。不过这香囊嘛，是花县主的一番心意，孤先收下了。太子殿下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殿下，哎，你你这哪捡的香囊啊？太丑了吧也！不是捡的，送的。啊，难道是花县主？啊，他特意绣的，你最喜欢的那安康院的小东西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太可爱了！你看这香囊，跟殿下搭配起来，那完全是相得益彰，天造地设，比翼齐飞。你方才不是还说丑呢吗？哎，我刚才说的是我自己。殿下，您刚才与花县主聊得如何？此前让孤三番五次在后面追着，
如今该轮到他了。试射花甲，他不敢不动，我们等着便是。不是来探查的吗？殿下这是英明无双。哎，另外，那2名小刺客之事，孤另有打算。我就说没那么容易吧。他都到太子那个位置上了，他还需要努力吗？不需要。他要是不需要努力的话，又为何要与那鹰王争呢？可是除了太子殿下，还能有谁呢？哎，我们不如去劝那个鹰王殿下，让他改变自己的主张呢。你想啊，那鹰王的背后都是谁啊？母亲娴妃，老师杜太师。那杜太师是什么主张？你还不记得了？我们也不太懂，要不就支持鹰王殿下吧。陛下说竞选，反正也没别人可以支持，明摆着就是陛下也想让鹰王殿下当。你看吧，都是支持鹰王殿下的。哎，那你这又支持谁啊？必须要紧紧抓住太子殿下这根救命稻草了。看来只能让这身娇体弱的美人县主亲自去求求太子殿下喽！啊，走吧。见过华县主。太子殿下在吗？不好意思，华县主，今日太子殿下不在别院。他是去东宫了吗？抱歉，华县主，小的当真不知太子殿下去了哪里。谢谢啊。太子殿下这是在躲着咱们吗？又纯情，又勤勉，而且脑子够机灵。日日只去2个地方：安康院、东宫。哦，如果是为了查案，可能再加个大理寺。你说我们去哪里找他比较合适？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形容是另一个人啊？这不是为了讨好他吗？好不容易抓了2名刺客，当朝竟然说要释放他们。哎呀，行了，殿下，不过就只是几个小毛贼，放了就放了呗。所以殿下您的意思是，如今和谈竟是要委曲求全？那金破的被俘将领阿瓦也即将被花家送到玉京。他们说什么呢？嘘，别吵吵。然而这几日，总有那么几个不长眼的官员说金破肯低头，我们也要彰显大国气力。这就是我们晋国的一些官员做派，蠢。说2国要议和，杀不了我们了。所以这几个小毛贼放了，真放了？放了。是。我们要自由了。你们自由了，出去吧。若孤没有猜错，这2人一放出去，新的刺客便极有可能浑水摸鱼。即使幕后之人不出手，我们也能顺藤摸瓜，将这群刺客一网打尽。殿下走的这步棋实在是甚为精妙。唉，连花琉璃孤都能拿捏，这些自然算不了什么。又见老朋友啦！怎么了？太子殿下，
殿下，提姑大人，太子殿下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小白，月月姐，小白，呸！一记怀。要不是因为在梅花宴上调查小姐中毒的事情，我还不知道你是太子殿下的人，而且还是大理寺少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月月姐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月月姐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哼！殿下，哎，你一会儿要去安康院还是去东宫啊？看心情吧。那让琉璃送你一程吧。或是让琉璃坐你的车走也行。又来这一套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的？哎呦，今天都走了一天了，好辛苦的，现在脚还是酸着的呢。不如这样吧，花县主与姑去趟安康院。好啊，走吧。月梅姐，事情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你混到我们花家来做工，是太子殿下指使的，是不是想对我们花家不利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不过你也别忘了啊，你们家花县主可是有求于我们太子殿下。现在反正你就是个骗子，亏我当初还以为你离开那么难过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亏我什么？我说你就是个骗子，大骗子！哎，你真要这么说，那当初明明是你先主动来找我做工的，我可没多想。你再跟我说一遍！你们家大小姐好像被太子殿下轻薄了啊！黑鸡环！哼，无事献殷勤，怕是没什么好事。殿下，臣女认为太子殿下带走了臣女的香囊，自始与臣女已经化解了之前的种种矛盾和误会，如今也能和臣女坐下来好好商议一些事情。就知道没好事。行，花县主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不如直接说了吧，有何想法？臣女想请太子殿下参与鸿胪四卿的竞争。鸿胪四卿，花县主为何有如此想法？为了花家。殿下也知道，如今只有鹰王一人在参与鸿胪四卿的竞争，可是鹰王殿下对花家的态度一直都不太友好，臣女认为花家不该遭受这般待遇。那此事与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臣女认为殿下是国之储君，定然会从大局考虑两国局势问题。就算殿下与鹰王殿下的想法有所不同，但两刃相割才知其利钝，臣女也只是想为花家求个公道而已。国之储君，可是外面是如何议论姑的，花县主难道不知道？我知道啊，可臣女认为那是殿下不善于表达，或者说是不屑于表达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解。殿下把花宅赐予臣女，层层把守，是为了保护臣女，而且殿下也曾多次相救于臣女，所以臣女认为，果酱做成血浆，段良反被你打秋风，荒宅变繁华，刺客也多次落败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办下来，花县主这般智勇双全，何必求人？殿下是在责怪臣女吗？姑是在夸你啊！哎，不对，其实姑一直想说，你压根不需要在姑面前遮遮掩掩，完全可以。
所以殿下从头到尾就从未相信过琉璃，也一直在怀疑花家对朝廷的忠心。既然如此，臣女与殿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告辞了。哎，县主！哎呀，这事儿被我弄的。小姐，你不是要练习病美人走路吗？怎么开始练习书法了呀？没有练习书法，这不是英王要和太子殿下竞争了吗？我总是想帮帮他，所以总结了一些。你看，英王优点：勤勉认真，性情随和，宽厚待人。缺点：自以为是，脑子不好，平平无奇。太子优点：暂时没有。确实没有。太子缺点：声名狼藉，暴虐无常，性情乖张，欺侮他人，无事生非，不务正业，声色犬马，不近人情，心狠手辣。这太子殿下的名声这么差呢？从臭名昭著到扬名立万，真的十分有难度呀。太子生育挽救之法，怎么样？这也太好笑了。今天这眼睛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？左眼还是右眼？左眼。左眼跳是好事儿啊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被娘发现我偷看画本，抄了1个月的书呢。那是因为你偷看的画本叫什么《霸道将军与娇俏夫人的绝世奇缘》。花县主，花县主，赵公公，您果然在这儿，陛下传您上殿。传我？请随我来。花县主到。臣女花琉璃叩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花县主，可知宣你上殿所为何事啊？臣女不知。老臣并无男女之偏见，只是花县主身体娇弱，迎风就倒，如此形象，怎能代表我晋国与他国谈判？等等，怎么扯上我了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好你个太子殿下，亏我为这事儿对你百般讨好，这转眼就把我给卖了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杜太师说的对，臣女身体娇弱，难堪大任，说不定会让大晋蒙羞呢。花县主，你回头看一看，我大晋的女子独当一面，堪称大任者比比皆是。你既承袭了花家的荣耀，必有花家的魂骨。朕希望你不论输赢，都能好好的完成此事。真是自食恶果，臣女明白了。花县主，力气可足了，走这么快。言而无信，不想理你了。这才是我把你弄到玉京的真正目的啊，琉璃，不要怪过。什么？不是太子殿下吗？怎么又成你了？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你这么快就开始准备了？仔细想想，与其把命运托付给他人，而且还是个很难扶上马、挽回声誉的太子，还不如交给我自己去争取呢。那你确实有个最大的优点。什么？你快说给我听听，我记一记。阿弥陀佛，学会放下。殿下，殿下，我来了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陪姑下2盘。哟，我可算是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待在安康院了。这宫里啊，就是屁事儿太多，而且什么呀？而且还没有发发。这安康院不正在禁书换人吗？
姑得盯紧啊。对啊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。昨日之事发生之后啊，这禁军统领韦大人，包括我们大理寺所有人，都受到了陛下的责问。哎，这玉京的安防确实该提高提高。也对。哎，你帮姑啊，仔细盯着花琉璃。行，我盯死他的丫鬟。哎，我说你盯死别人丫鬟干嘛呀？哎，等下，如果想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事，那找人盯着我和云寒，是不是最有成效？哦，盯着小七小八。哎，你这么说还真有几分道理啊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，我盯紧他，盯死他，盯死他，盯死他。又召我，而且还是太后召我。我怎么知道？他不会要对付我们吧？我的眼睛跳得更厉害啦！见过花县主，请县主随下官进宫面见太后。请姑姑稍等，琉璃有个问题。面见太后岂容耽搁？请县主随下官速速前去。琉璃身体不好，是如今整个玉京都知道的事情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晕倒，这是琉璃也没办法控制的事情。县主这是在威胁下官吗？怎么还不到？真是要累死了。殿下，端景姑姑好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。这花县主怎么又进宫了？回殿下，是太后召见花县主。是吗？可是寿康宫距离此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。哎，这样，你做姑的步辇去吧。那太子殿下呢？正好无事，随便走走。殿下的好意，臣女心领了。臣女虽然体弱，但是这几步路还是可以走的。姑不是怜惜你体弱，而是你这步伐，莫非要让太后久等啊？来，上去。快点啊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太后还等着呢。花家小女花琉璃见过太后，恭请太后圣安。听说你是乘太子的步辇过来的。太子殿下仁慈，知晓臣女身子不好，此等恩赐，让臣女感激涕零。既然县主身体不好，那就在寿康宫住下吧。在这里住下？怎么？难道嫌哀家的偏殿不好吗？自然是好的，能够陪伴太后左右，是臣女的荣幸。端景，差几个人把偏殿收拾一下，再请御医过来，好好的为
县主看看身子，还真的要把我扣下呀？调理好了，也算是哀家为护国将军一家全了心意，做了件好事。是，你先下去好好休息吧。多谢太后关心。小姐，你到底是哪只眼睛在跳来着？渊伟，你回家收拾一下，把这里缺的东西都拿过来吧。不用了。鸢尾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端景姑姑。啊，我正准备回家给小姐拿点日常用的物品。太后既然留你们住下，东西自然是准备好的。看来是蓄谋已久啊。那下官就先告退了。劳烦端景姑姑了。二位大人，听说了没有？太后把花琉璃给软禁在宫中了。陛下才刚刚决定让花琉璃和鹰王2个人竞争，太后就把花县主关在宫里边，不让他出去。这很显然，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让花琉璃上啊。花琉璃被软禁在宫中，这倒对鹰王殿下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我等定要好好筹谋，抓住这个机会，让鹰王殿下能够比过花琉璃。二位大人意下如何？好主意，言之有理。好，哎。母后叫朕来，不仅仅是下棋吧？哀家想让花琉璃到宫里住上一段时日，替大伙儿长长眼。鹰王和太子2人从未经历过什么大是大非，如何能够看清一个远在边关那等3教9流之地长大的女子呢？母后所言极是。来，帆帆，我们跟涵涵打个招呼，来。哎呀，主动投怀送抱你都不要。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你会臣服在发发的美貌之下。喏，给他的礼物。发发，快看，喜不喜欢？哎，别，谢谢。弄走，弄走，弄走。季环，别闹了。发发，好不好看？说正事啊。花县主一直被皇祖母安在宫里，恐怕这红炉4卿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人了。殿下，你是关心则乱。花县主若不希望此位置被他人占据，自是会想尽办法出来。以他此前的聪明才智，倒是可以期待。如此说来，他竟是日日请安，然后就回到偏殿，静静地待着，从未提过回去之事。提倒是没有提过，每日就是在偏殿里养花弄草的，倒是跟咱们寿康宫的宫人们相处的还不错。哦，他是如何和他们相处啊？今天要讲的是一位千夫长的故事。突围战后，他便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络，在大漠之中险些被渴死。险些？他流浪了数日之后，在他真的快要被渴死的时候，突然间在天上发现了水源绿洲，就是讲了一些边关的故事。这些宫人哪听过那些呀，都觉得新奇的很啊。哼，难怪近日哀家总是觉得
身边除了你之外，好像总是少了几个人似的。原来都被他给笼络去了。这怎么可能呀？太子殿下今天是不是来看您了？正是因为这天上之水的指引，才让他一直坚持到活着被救下来。还有啊，他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看样子花县主在姑的皇祖母宫中养得不错。是啊，日日不能出去，只能在寿康宫中行走，这近乎软禁般的生活，自然修养得不错。谢谢殿下关心。县主还在生姑的气？臣女岂敢生太子殿下的气？别以为姑不知道，让你参选，朕遂了愿，你自己当上，不是最稳妥的事？殿下，您说的倒是轻巧。现如今，臣女连这寿康宫都走不出去，怎么当红炉刺青啊？花县主这是在向姑求援。太子殿下，您能帮琉璃出去吗？不能。姑若是太过照应你啊，反而会让皇祖母起疑多虑。姑为了讨她欢喜，今日还送了些颜色鲜艳的布料过来，所以……布料。好累啊，回去休息吧。等等，县主，姑想知道千夫长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千夫长被救回去以后，将那日所见绘成了图，就是臣女与殿下说起的那个大湖，清寒州称之为圣女湖。那个湖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不容有失。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花县主。端静姑姑，下官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端景姑姑不必多礼，请说。太子殿下还是不要经常来寻花县主比较好。哦，姑知道了。臣女回去休息了。只能帮到这儿喽。皇祖母这块硬骨头，姑倒要看看你怎么啃。剥核桃养情，太后说了，花县主在休养身子之余，还应该做一些修身养性的事情。正好英王殿下孝顺，进献了这么一筐核桃，太后便让下官给您送过来，还请花县主如数剥了，也算两全其美了。琉璃知道了。小姐，太后要管我们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为难人啊？小姐，你这是在……这后宫的女人怎么那么喜欢剥核桃呀？大概是为了补肾、通脑、补智慧。那英王殿下应该自己留着吃啊，何必送给太后呢？有道理呀。小姐，再开一个。小姐，寅时了，该起床。啊，你起来了。哦，小姐，感情你每天讲那么多故事，就是为了这个呀？是太子殿下给的提醒。他给你提醒了？行了，快扶好你们家娇弱无比的县主，去给太后请安吧。好。启禀太后。他还没走吗？是的。请他进来。是。段锦，惊蛰已过，是该做些
轻薄柔软的衣裙了。翠兰，太后您看，咱们这些布料是否合适呢？启禀太后，花县主到。臣女给太后请安。太后是在为后宫挑选春日的布料吗？若是春日的衣服，臣女觉得这块布十分不错。怎么讲？春日会让人联想到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可这大红亦或是大紫，未免有些色重了。其实臣女最喜欢的颜色正是太后手中拿的这绿色，只是会显得有些普通。所以臣女认为这带紫色会让人有种春暖花开的感觉，让人心生喜悦。但是有何不妥啊？臣女怕是出来的时间太久，感染了风寒，怕过了病期给太后。臣女先行告退，明日臣女再来看望太后。他走了，这丫